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王小琪。俩大部是全台湾观光因此最多嘅所在，是推广嘅东风慈航叉嘅流浪。咱甲贵县呢为经过呢推广嘅客家三山，像系俩嘅石拱还有冻石提起，顺条又有石拱水坝，非常嘅安静哦。所以当年小到几千万生意来到俩大部往了。蔡英文总统你下提出过所谓嘅浪漫推三线，是希望攞呢個推三線向所有嘅客家種挑，做啲從建築拍連強用串強下。你嚟到推廣嘅客家三山，到底地方會整理出嚟啲嘅特色產業，又係講幾條嘅客家文化內涵，做啲大幫你下都按好嘅呢個觀光嘅基礎，好好地發揮出現咯。因為財會村民大會呢，都嚟到嚟實講提起，就係朝地方鄉親，談大家嘅意見攞想法。你哋下眼皮去到開會嘅現場去談大家意見。歡迎大家嚟下聽聽講條嚟到開會討論嘅現場哦，看到你細細嘅所在，唔過財體嘅實講鄉親呢非常熱情，全部都嚟參加。提前為大家紹介嚟參加嘅來賓，第一位呢紹介係你客委會嘅產經處嘅專委劉強基劉專委好。主持人好，你推廣嘅鄉親大家好。歡迎。第二位呢紹介係你推廣是客委會嘅主委劉芬基劉主委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第三位呢邊紹介係水波橋推廣分區長簡俊發簡分局長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分局長。第四位呢邊紹介係青衣大學觀光內界教授戚秀麗。主持人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早。你講到啊，嚟到了安這個所在，講到了個蔡英文總統佢講啊，你個客總係有動到動好個英文體系，他所提到的浪漫台山線係乜嘅概念，什麼樣意涵？佢講起咧就係從你個北埔一起跳到推總總埔，然後總共有4個縣市，17個客家嘅重點鄉鎮，從一個總挑，就從係建築強用，該蔡總統講會從係建築拍連，一個的客家莊，把他們特色文化從拍連強用傳強下，你按到係浪漫推三線，基本對到兩個實講吼，其實跳過按到係實講啊，大家鄉親也知道哦，講到兩片知道兩係算係下三派嘅為所，又動到動好是嘅果子。其實呢，跳過就按到動到嘅台實古嘅殺舊啦，動作今天到清朝就有在客家人入墾這個土牛，所以講到呢個實講，呢體現上到嘅就係那個土牛嘅文化。所以呢，基本對到咧實講也睇到，那個實講生產果子也有跳過豐富嘅歷史，還個係呢台埔客所集中嘅為所，從咧其行業內嘅發展，佢到當地嘅休閒產業也好，也講推動咧個觀光果然都有一定好嘅成績。現在看咧下，佢到係從事呢條事情，個係很容易嘅生活。习惯的要坐在蛋上面，因为是母鸡的本能，这一只也是有没有？然后他们就会有點緊張，所以沒關係，我們就先安撫它一下。OK 的時候，我們就把雞抱起來。一搭幾個甜筒係河北武昌一塊大草街，又擺係太平野料，一下轉型做適合親子顧下來老料嘅農莊，就是合法的畜牧場，然後再加上我們就是結合親子活動體驗，然後還有民宿的部分，合法的民宿可以當成一個一日遊或是半日遊的，就是休閒的地方。這裡就是玉女番茄，可是它的那個植株比較老了，所以比較少一點。你們等一下採的時候很簡單，直接用手扒一下就掉，這樣子扒下來也可以。韓國社工咧見台三線巡街觀光農業，未寫到一道民眾體驗摘果子，還有遊客對香港天幕暗夜專攻來聊。在香港不太有機會可以看得到這些的東西，那我希望從香港來的朋友可以看到台灣的農產品啊，台灣的美啊，台灣好吃的水果啊。主打的是番茄，我們1年4季都有番茄。
占有地利之便，所以我们这边台山线旁边游客数不会比我之前在东市做的时候少。不过，社工对传统农业升级了后，要加同边境方遇到一道困难。政府对那个休闲观光的方面敢若用法令来管，不过无尽到辅导的那个责任，太危险了，动不动开个罚单，动不动就是这个不合法，那个不合法。采体咪希望透过龙曼台3线计划加强串联采体景点。对点对面连一条线啊呢，希望讲社工的了，有人要去，甲东市、甲新社了所有的人要去，大概做一个串联啊呢，放落是无缘的甲游客有法度互来山上，是得做2日、3日安尼休闲的发动。社工推广休闲农业超过10年，龙曼台3线计划真就了后，社会地方内调是一个好人咯。就算你下冇感受到，不过乡亲都头期待。好，安尼看到样片真正系重点性嘅天然生法，还看到透过目前呢，你下采体嘅乡亲，有了分准记到嘅产业，也做得有两个落实嘅机会哦。安尼石冈区的区长来到现场吼，区长爱请问，从安尼石冈提起来讲，很美因为透过也有溪水坝嘅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的建设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长年以来会受到某些的局限，所以在发展上，现在不管是人口的分布也好，或者是产业特色也好。会有呈现一些什么样？但是两下嘅情况，做得像气中对少解么？因为铁通好了吼，庆中还是讲下港水坝吼的建线吼，安尼下港区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发展我们的工商业嘛吼，爱上讲由两方来发展观光产业吼，两方配合该总统的浪漫台山线吼，安尼有减出差不多2000万。都投入客家文化馆吼，当就是同该安尼东风铁马连过来吼，过来就是安尼投入该运通费、运通上吼，运通上过来就是投入客家文化馆吼，延伸起来吼，安尼做整个就是我们的观光指标指示牌，过来就是投入。活动中心、景观改变，客家文化馆里边的改观，过来就是启成宫也改变，过一个就兔女运动公园哈，整个要花卉哈，看能带动地方的产业嘛，以上是咱跟咱报告一下。所以就应该动气体嘅计划，就系透过基本出面台会呢，我哋少嘅顺便就系讲，所谓的推动了解所谓的台中客家老街区有一个规筹嘅计划，提出讲4年4条街，但像从俩种土类滚看到，其实也不止4条街哈，看起来抓出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老街区。係唔係客家人當到大嘅所在？係唔係兩片嘅路街區要當到客家嘅東西？係唔係兩下嘅客委會上嘅用一做？呢個媒體當然都會好好強調，呢個留主位，你到底係乜嘅？4年4條街係乜嘅會做嘅事情咯？好，3年前選舉嘅時呢，聽那個客家政策有講到呢，對客家莊其中有一條，就講過4年呢發展那個4條。老街，老街老街路的那个景建，因上看呢，头先主持人咪有讲啊，因山上呢经过2届太铁图，民国24年呢那个后里太铁图，佮经过民国88年9.2日的太铁图，因冇办法从北埔、从南埔，有几条完整的一个老街路，嗰個老街。我们台中已经没有老街了，我们现在的老街冇讲到老街呢，我把它定为呢，就是你的东体呢那个这个区块，那个范围啊，我们呢由点拉到线，然后变面，那么那个区块呢？就是我们的老街。陈蒙主委所讲到的，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在地的耆老哈，吕坤树吕大哥。我们刚刚主委讲到，其实街区呢是一个园区的概念。我们看到这次两个推动市政府上会做两个路街区，看到你流量嘅所在，石冈也有一个街区。你从谁带到石冈那片台哈？你传统印象我们石冈有没有老街？那个老街是什么样的内容？印象当深，就是石冈啊，石冈街路哦，真多嘅卖感诶。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街上哦，
就是人挤人呐、尤其在橘子盛产的时期，这个是橘子老街，橘子老街从四面各方啊，全省各地哦，都来这里啊买柑。主问一堂道呢吼，很甲地方乡亲讲到，那个路界个意向其实结合产业呢。我们的老街区的整建哈，重点就在我们下午村，尤其是我们石冈跟万安的街区哈，那两个里的那个街区，就在我们这附近嘛，就在我们这里。万安啊，还有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之一啊，啊，那个农会谷场。那因希望呢，因老街用做，我想呢，体育区啊，体育铺呢，因先来针对那个3条的路线呢，因来做规划。比如讲，因呢石冈街、忠孝街，还有啊，有九番巷。所以你路界轨筹那个计划正在箭在弦上，准备要走。那我们现在再来开放，收集一下在地乡亲祈祷的意见。对于将来我们的老街活化想象，还有什么内容？我们待会请产经处的这个专委来回应。你想先请我们酒坊里的里长。那我们酒坊社区我们是比较希望把老的文化、老的在地精神，用新的风貌去做一个呈现了新的风貌，因为有的东西已经破坏的已经没办法回来嘛但是我们希望把它的精神，还有它整个文化层面，可以再把它用新的风貌把它呈现出来。那目前我们透过3D 跟4D 彩绘，尤其那一幅4D 彩绘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幅一面图就大概有20坪那这边感谢我们刘主委还有我们高区长的全力支持在整个硬体、软体方面的支持。那后续的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整个酒坊社区能够以传统的产业，来为这些游客来服务我们目前整个假日都大概有上千的游客那这些游客来就希望，当然他们来除了看到我们的文化之外，希望他也可以购买到当地的传统的商品所以我们希望用传统商品来留住他们，可以在我们这边做一个消费的动作这样。好，我们谢谢里长。你也请问了解翁台购，觉得说很重要，就是每一个民族它那个语文的流传传承下来很重要。像以前我就跟他们社区提议一个说，如果说这一条街把它弄一个，以前这边竹子很多嘛，竹子产竹子，以前做米罗啦那一些啦如果说这一条街道把它做一个，像丰原有一个叫竹广寺，那个就很有名，就一个很特色的东西，但是有些居民说，你做起来的话，车子不能走，我交通就不方便。像东市区也有一个地方，他们要做徒步区，但做商家做生意的，他们就感到说很为难。还有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政策的推行并不是说办几场活动就结束了，船过水无痕，而且是要真正的落实。是，像说你如果说这边的要做什么生意的话，你一定要涉及很多单位，环保卫生啦，你要做生意的餐厅啦你一定要跨部会去整合，组成一个那个辅导小组。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民宿啦那一些啦，他们都有组这个联合稽查小组，但只是稽查人来取缔的，他并不是来辅导你这里不行就开单罚钱，那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联合辅导小组？就说你追着要做什么生意的，你跟我县市政府登记的话，我们就可以派这些小组人员来辅导哪一方面要怎么申请，哪里要合法。每个做生意的，我相信他们都希望是做合法的生意。言论涵用好，爱地头你也建议一抢错。好，郭奎峰，还有没有乡亲朋友对一些街区再造或者是一些硬体建设，在浪漫台3线政策，希望可以落实在我们台中的？还有乡亲吗？我们先请吕理事长。既然浪漫这2个字，浪漫台3线，但是我们石冈有很多地方比方说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绿色走廊。对，绿色走廊尤其是大直街这一条，通往绿色走廊，直接通往绿色走廊，但是呢，发现说。那个有些部分通往这个石冈区的那个路是私人土地，碍于这个它是都市计划内，碍于法令的限制没有办法来拓展。如果这个稍微
变动一下，希望把这个小小老街重新营造起来。对，哦，这个问题那个是最有特色的一个巷子。好，唐董也建议你抢错，谢谢理事长。那刘专委，我请教，其实我们这一次蔡总统所提出来浪漫台3线计划，在客委会来讲，它算是资本面的预算，然后主要主轴放在硬体建设。那我们刚刚听过一轮的乡亲提到说，地方的这个客家文化可以借着产业翻新而翻转，可能硬体建设在这个时代可能会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尤其我们石冈有特殊的条件，它地震过后的一些残破啦，哈，某种程度讲，所以他希望在这个重建上或者硬体建设上可以更加快脚步。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更具体是落实在我们台中3城？过去哦，你客委会嘅年度预算吼冇给拿啦，哈，冇办法讲照顾到按都的客家族，所以慢慢当年部队来帮忙啊，哈。不过农民推3线哦，因为该如火如荼来推行，所以是成立一个特别预算来奉献。所以提出来哈，前瞻基础建设主要是哈，在前瞻基础建设地板哈，全部的该特别预算哈是为到推3线哈咧桃竹苗中哈是加人士哈，有嘛个硬体建设的需求哈，做得来经过提供的个沟通哈，大家地讲真紧的需求的哪位哈，讲到提出来，本客委会来做审查哈。所以处在讲除了个硬体建设之外，就嘛个普通么，从比如讲从呢条的幕僚单位个理解啦哈，从两片推动到桃竹苗呢条位就嘛个目前用个计划就系讲咧填修普通的。因为台湾的哈，大位个客家聚落哈，全部就跟冇共用的特色啦，从推动是做个大茅埔嘛，大茅埔，因为个过去大家冇被采体大家当熟识啊，不过冇被个观光客嘛，大家是唔地啊，唔地个大茅埔哦，所以你浪漫台3线你计划哈，是到记得你有特色个客家聚落哈，优先那个请出来哈，因为经过哈。过去有的资源调查哈，人家做个规划设计哈，是做的本台家地公，人家就一家大茅埔有代表性的客家聚落，因为个听下个刘主委没有讲，人家当到家条路街哈，为个按依序哈，一条走出来哈。对啊，乡亲就讲到了哈，了解。其实我们想到说，水保局过去在做农村再生、社区营造，在这个性质上，感觉跟客委会现在打造浪漫台3线的性质属性有一些相似。那蔡总统也说了嘛，好，这是11个部会要跨部会大家共同来做的事情。请问你们在跟客委会的分工上有什么样？针对地方不同的分别，那刚刚乡亲有特别提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水保局的农村再生或社区营造就是针对农村，那我们台中是6都之一啊，那我们的石冈虽然说在先天条件来讲还是以农村农耕为主，可是因为像石冈或者是万安社区或九房，还是在早期因为人口的关系划分为这个都市计划区，听到都市就好像是相对于农村，所以难道说我是都市区，我就不能享有其他农村的各种补助跟辅导，是这样吗？浪漫台3线的这个政策之下哈，它不会是1年性的一个计划，它会是一个长期性的规划，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客委会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就会有分工的方式。那分工的方式里面，就像刚刚有几位乡亲都提到了。我们如何把这个特色化的部分把它这个营造，如何把我们地方的这个在地性的这个放到我们的地景里面。所以在以往我们在推动所谓的农村再生的部分，就非常强调说，每一个社区其实应该发挥你自己的特性出来。是农村再生就是推动单一的社区如何就他们社区的发展的需要提出这相关的愿景。那可以提出4年的农村再生计划。那石冈这边也有10个。我们的社区参加了哈，那有8个有通类似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梅子社区啦等等，或者是我们在地的特色的情人桥附近，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在农村再生推动里面实施的一个重点。我们的东风绿色走廊是在我们的台中，然后它这一段路，你看它其实只有12K 了哈。以骑单车的好手来讲，这段路不算太长，可是重点它非常的美，沿路都是浓浓的绿荫，所以是全台湾重要的特色景点。刚刚我们区长一再讲到，它跨我们3个地方。丰原、石冈到洞势，尤其你3共提起来，系放了解洞凤绿色巷拢系属于
豆改所材。一个数据统计给大家知道，都去年改期间，这一年哦就超过了1000万人次，所以就是全台湾最夯景点的第1名，甚至呢多过于台北101观光人次的4倍，所以不会说是那个散那边啦，各个所材像摸英超又。动猴，不过区长讲，即便是如此，饶是如此哦，这观光人次在过去还是比不上过去哦，是越来越少，是不是显示说，在这个很重要的观光基础上，这个东风绿色走廊有一点点下衰，是因为它周边的景点没有加以改善，或者是它这个假设它是一个鱼骨头，它周边的鱼刺可以伸到我们石冈、丰原、东势这几个重要客家庄的这些社区巷弄的客家文化，并没有被结合进来，还有向进公道改线山动豆改狗子又盘发斗两边发光发热吗？所以我们就来好好探讨，怎么样借由棍供来带同提供产业。现条个还没个样片，困过了有个继续来讨论。来到苏拿丁里面的东风绿色红龙，后排叶片是董事之前的火茶路，也大家都在骑上茶，对丰原骑到沙港同董事全长有12公里暗长，尤其沙港骑旅游，也就有市场茶路线的3股为2股，大家都在骑的市场茶，去沙港骑老了。东风绿廊是全国都有名的，设备设施都很齐全，把这个几个有名的绿廊当作主轴。那我们再延伸副线，我们甚至可以延伸到后里，可以延伸到新社、丰原，甚至都可以延伸到海线去哦。其他市场茶来到9公里的荒野地方，因那也都看得到动有特色的3D 飞茶的图，顶下上方也个白方就有挖嘅。韩国呢，其实也伫荒野地方哦，行几步就看得到，顶下背后呢还有一个童话故事。韩国最近方法来到鸦片，向前就看得到动有特色的彩体的作品，也讲的是咱们写作的故事。浪漫台山线下讲说七门一站哦，七门一站哦。俺希望讲，浪漫台山线给我推的观光啦吼，可以把在地的元素吼，在地社区的需求，可以把它带进去我们的观光产业里面去。因多年来，沙港推广有限农业来提升菜体业产业发展，一定营下去到沙港就有很较多高的方式。主要是那个东风绿色走廊贯穿整个石冈，其他的所在子，那个情人木桥梁接后边有个登山步道，都有个五福里面神木，算石水科休闲农业区最中心点是这个往西走，个谁都叫来那个情人木桥，要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路线。喺台中山上天气，沙港唔係熱法，韓國交通有動力片，係有時未係缺點，當然想迎合長時間留下來。就算地方方見推出新嘅東西，用個同菜體資源整合未來，將係同迎合留下來嘅關鍵。好。棍供有2點嘅所在，就會有棍供學。棍供學帶來呢係提供嘅方法，還有兩個經濟嘅法律哦。條下呢也講到，你下推動市委。推動時嘅學委會要挑人家動作嘅經費都會打出嚟嘅農民推3線多，你推動條下主委就講到通盤加起來已經核定了21個案子，總經費減為有3億元啦。不過其實上，你起到你下用了價值呢，可以讓這個真正的客家文化可以變成一種好生意。我是去天馬去過，聽過嗰個東風綠色走廊，線上去過去過，我才去過，印象當前面佢用嘅整個綠色，佢用嘅遮陰的部分哈，當好，啊咪當然也借由安尼旅遊嘅行程哈，這個用嘅當有風景了，啊咪有當然賣水果咁當好，啊不過有加入嗰個美食哈，因為旅遊行程裡面都會加入一些美食，啊美食的一個用，因為客家的个美食又让懂有名的嘛，哈，嘿，那势必可以带动这个人潮。但是我感觉就是整个在现场的管理上有比较凌乱，尤其一些摊商，那个意向整个感觉会比较不整体，就是那边是比较自由的吧，哈，大家都可以进来，是不是？在摆摊的部分，嘿，
比较那个可以做出我们客家的一个特色的一些美食。所以老师觉得本来可以好好设计，但是没有设计，缺乏设计，对，是比较不整体性。所以如果对外来人观光，他们会喜欢骑脚踏车，然后买一些水果，因为我们水果是真的非常有特色，那个橘子啊、梨啊、安琪啊、芒当好些哈，空气没当好，但是整个那个摊商的那个感觉比较凌乱这样子。所以老师第一个观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点，但是这观光点并没有被好好的利用。该农会总公司应该现抢问了，虽然你也专长还都买果子啦哈，在这个行销很可以把这个在地的品牌打造起来。不过，你听好老师又讲到，你哈刚你好信。客家人会吃、懂吃，也能做吃的啦哈。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加工品，很多的很好的水果，请问你也是在从小这边长大，东风绿郎也很有名。那请问我们的这个销售品可以铺到这边来，观光客、外地的任何人可以透过这条路而认识我们石冈的特色产品 UMONO。今年要安尼较热的原因吼，其实因为东风绿郎编选量偏向吼，大部分的从系农体。农体去合法的建筑物，实在有较困难处。尤其对了观光的部分哦，实在无真太的帮助。所以运动市政府也好，还讲中央好，运动对东风绿郎的巡航，尤其讲较太的停车所在，还讲较太的店，运动做长期规划，加了。土地做适当的变更，譬如讲变做休闲体，还是讲变做商业区，安尼将有法度互长期投资的人呢，有法度互永续经营比较正规，投资落去，做不较完全的吼，安尼是将有个吸引力啦。无连咱铁乱吼，其实外边来讲。观光客来讲，都安年啊，都小摊贩，浪费这1000多万人次，所以无法度和正经的吸引人，投量来消费安尼。好，非常感谢总公司建议你抢错，看看呢为都会配合那个中央的警察，其实地方在石冈也非常的团结，地方也动起来，地方也有自己组成这个台部哈改的文化产业改这个策略联盟，也是希望作为地方一个意见整合平台。你抢高，那个总干事，我们的吴总干事，我们就以针对这个东风绿郎来讲，它这条线其实。大概玩出的花样不会再多，除非我们有新的东西。刚刚包括老师还有总干事提到的，一定要深度的设计，一定要有永续经营的可能。汉卡那个反威还没有空台，提供马个熊翻。我说，我觉得说，你老街也好，什么也好，那个民众的配合度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浪漫台3线是不是说由上而下？那当然，中央是希望说由下而上。好，那。我这是感觉啦吼，今年严重的就业想法讲吼，同个外地的游客吸引来，那我们只是想说休闲啦，想说什么观光了哈，但是我们也要看一看说，以我们3城区来讲的话，或许生产是更有优势的，生产更有优势。那我们何不说把我们的水果好好的整个好好的生产，就是我 and test 发挥出来，这边来讲 ，and 老聚落比不上北埔。我们的休闲比不上南庄，因为钱花的不够多，所以说我们在花了很大把精神，顶多就像南庄，就像北埔，喺咩个时代讲思考讲用本来 NGO 的特色，好好的发挥，就像说我们石冈的橘子，发挥成全国第1名，东市的水梨什么地方，那我们可以来整合一下，从这个方面来讲，你说今天说要休闲。休闲跟生产是2回事的。我们是希望是说如果说是浪漫台3线，把它做一次大家全民都重视的东西。那我为了浪漫台3线，我可以做一些努力，做一些调整来配合它。要不然会变成说，当初的绿色走廊是变成说，政府做了一条绿色走廊，那我们到时候绿色走廊做好了，脚踏车看，我们在周边的老百姓才开始怎么配合。我要怎么做事，我要去开始租脚踏车。那今天浪漫台3线，就好像是说，我们就讲说以取这个名字的浪漫耐慢，那好吧，就浪漫吧。我个人认为是说应该要先慢，让我们的生活步调能够慢下来，自己每一个人都会有所感受。以后，或者是说文化层面的是，像之前9月以后有很多那些什么那个拜拜啦，那些节庆通通消失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是说换个？当然不要像以前这样子的铺张。
那我个人认为是说花很多钱，你让你自己感得很愉悦，那个应该不叫浪漫，那个叫奢华。那高区长，我就要请教了哈。我们在地的意见领袖提到，其实这个浪漫的内涵要落实到满啊，为满满的夯，满满的翁，满满的了，就讲到我给还三样，你要挑选怎么样把它拉到我们的石冈。您刚刚介绍了，我们石冈仍然有很多精彩的地方，而且现在刘主委也准备好好打造。你要挑选。你好，夯到地不该入旧么？哎，你想办法要如何把它串联，可以把这边的人潮也真正带入我们的客家庄，慢慢的玩呢？我讲一个最重要一点哈，跟报告一样哈，我们现在的游客你知道吗哈？他不是在休闲，他的心态是在运动，达到目标。比如说，几头下公去的哈，去东西，譬如讲东西哈，6公里。他预计1个小时，他骑过一个，骑上来，后来结束就嘞。好，这个就是我们国人的心态。我在绿色走廊弄一个快乐来临了，就是那个就指标啊，就用一快乐，就是说给鼓励乡亲或者鼓励游客来，你用很快的心情去叮当叮当叮当，有没有？用正面的能量，有没有？已经2年了，我都没有听到铃声，这就是国人跟外国不一样。我们国人比较内涵，那你要怎么样把快乐表现不会是表现出来，get掉你知道不？所以说我慢慢就是用一些引导的方式要引导出来。所以去种讲到吼，机会运用去讲所该预算经费，嗰大错性格路冲了解啥讲，冲东风了解流浪行入去，行到那个中条桥下对往了，哎用咱爱对到机会汇丰不显冲吼，我们再听听看在地，你有嘛个想法，昨天提出了本那个刘主委来谈的，我们先请我们的林理事长好吗？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每个春季怎么跑去看日本的樱花干嘛？台湾也有樱花，我们是慢慢来种，全部树木在改变，10年以后，那个全部变成绿色走廊，不要说绿色，变成那个樱花大道，全部樱花起来就很漂亮了，对不对？因为你种到杂木啊，花相思树也杂木特别多虫，我真的在看虫包一大堆，还有苦楝树啊，对不对？你像日本人为什么人家去看赏樱干嘛？就是他们全部整片呐、多的话以后多的话，等10年20年就不得了了。穿红色上衣的我们吕小姐，你抢谁啊？这都飞影哦。就好，你讲到我们徐老师讲到，客家人会玩会吃。会懂做料理，你有启动功力好，紧紧耳朵那个东风绿色走廊，一定要好好借这个机会来展现我们。除了把游客像区长讲拉到我们的客家庄里面，除了自为你启动，从那个每时啦，他个东西他个散样，用个多了个给吧哈，做的可以更再提高它的能见度。你有嘛个建议吗？我们请吕小姐。社区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烹饪的达人，或者加工产品的达人。都很棒，可是我觉得说，我们要贩卖给游客，应该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有营养标示，好啊。可是营养标示大部分都是要有加工厂才可以。可是我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请长官们帮我们思考，然后大家贴个营养标示，然后附上我们个人的名字这个之类的，看是不是可行。现在是缺乏辅导这个管道，不知道可以怎么贴。对，我觉得应该贴上去，表示说这是我的诚信，我很认真的做出来，对，然后贩卖给客人的一种信用。客人我觉得说游客也会感受到我们石冈区这边的特色。好，那我们再开放这边的乡亲，我们请那个再造，好，我们就先请小姐的机会，我们多发声。大家刚才讲到说在。大家都说从那个东风绿廊把游客拉进来，可是我们拉进来之后呢？我们自己本身配套措施没有做好，拉进来，其实游客进来他还是没有用啊。他来到我们这里要看什么？可是其实我们想说拉进来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点是谷仓，它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个点。然后我们的万安宫，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老庙，它的彩绘、它的剪联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想说，因为它本身地震的时候受损，我就希望它可以可以修建，其实不要重建，就是把它整修，然后让它前面它早上它是一个我们石冈的最重要的一个早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集。我们希望说它可以把它整个再整理的比较整洁，然后它可以形成是一个，或许就刚刚讲的说那个是一个橘子市集，我们可以把它弄在那边，或者它可以形成一个就是很棒的我们以后的农夫市集，对。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现在有那个13丘的一个吐司的面包专卖店，它是一个就是青年返乡创业的一个店小店。我说它就在大人街上，所以我想说那一条街很有发展的潜能，就是希望说从13丘的那个吐司的案例，让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的石冈的年轻人，他可以回乡来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好，非常感谢。好，我们先小结一下各位乡亲提出来问题，我先请我们的刘主委做回应哈。主委，所以用心讲到，其实了解观光航龙哈，无论是土地使用啊、碳那个管理，还有路线，还看呢这个食品的品管，还有呢各个点的亮点的营造，了可能都会通盘200回答不？头先讲的咧，实在嘛，他是个所有乡亲上的，游客很多啦。你嘛做啊，免讲游客特少，免讲游客来，游客来做嘛个？我们有没有去规划1日游啊、2日游啊、3日游啊？那2日游的路线怎么排？3日游的路线又怎么排？你叫游客来荷包满满的，钱当然多，你来想想，来做嘛个？这不是政府部门也要好好想一想的吗？天马起过去啊，10公里吼，20分钟都起到东西咧，东西起到丰年嘛20公里。那么20分钟都过去咧，无留落个，那想办法用上个留落个，那含游客留落个做乜个？比如个主编，一个常驻点。那么呢，游客来做乜个？来，他不是只有看，不是只有买，他还要看我们怎么去做，然后还把他的亲戚朋友都拉进来，一起来 DIY。好，非常谢谢主委。刚刚乡亲们都提到，观光也好，文化也好，这是属于长期部件的工作。最主要看我们现在内涵系嘛改。那像讲到既有的内涵，你重版菩提给改果子系一等一改好啊，这个高阶梨、柿子、柑橘在市场上都有非常好的价格，而且在全台湾甚至走到国际，甚至是南向政策里面都有很好的品牌。所以了解物产果子系咪你了下会好好利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刘主委陈蒙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内容是什么，而提供给大家看的。处理各个柑皮还有柑，同葡萄了搅的姜阿酒，也就会给你各个啊。这个制造过程本来就是先蒸好再烘焙，然后再蒸。这个橘子的那个辛辣味才会去掉。另外，经过芹菜同低温派，就是在同柑做成酸柑茶。地方协会透过柑界加工品，提升农产价值。柑橘呀，又对我们的免疫力呀，很有提升功用，而且对我们的呼吸道很有帮助。他指导很多这些产销班啊，柑农的产销班，那我们跟他配合。你如果有盛产或者滞销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我技术转移给你，你们自己都可以自产自销。一下如何是柑提出嘅细节，柑係香港期嘅重要农產，有產量還有品質。農界場帶領好嘢來學習。這個捲橘子最主要就是眼睛到哪裡，千萬不要這樣拉，要稍微拖一下，拖一下。再把它剪下来，绝对我们有信心的。我们石冈橘子啊，都是有在加入产销班，农会的用心啊，在辅导。我们的椪柑已经有知名度了，而且累积了我们数十年来的经验。石冈唔單止係傳統農村，也係客家莊，係浪漫台三線界青梅熱站。台中虽然讲较慢啦吼，但是桃竹苗的一个经验吼，阿咩本安尼同好的借鉴啦。像多了哈，虽然较慢，但是呢，没有差不多有2亿元吼来投入规划啊，有的已经有做好了吼，但是大部分还没做规划吼。停定綠色系統嘅台三線計劃，台中山上地區將有新嘅通能要來，愛線前出充電。將是在提供山上先見嘅需要。
对啊，甲阿爸讲，你笨蛋甲感冒树动又名了，已经很有品牌故事性的吼。我请问才提介了解文化协会甲理事长，汪理事长你好，汪大哥好。你其实讲到那边推动吼，你实讲除了感冒又名、梨儿又名，你其实你还要注重到像茶花也有，咖啡也有，其实等等很多种的品项，还没才提供来讲产业的这个重新再打造非常重要。请理事长来提出你的建议。目前的客人只是在这个绿色走廊，还有我们九黄里的3D、4D 彩绘村。但是我们如何呢？要让这些人能够在石冈走一天啦。这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我们比较容易的就是和人民可以沟通的，应该是我们的农业的产业。我希望呢，我们区公所或者是说我们台中市的客委会，能够呢有一个部门，就是说把这些产业呢如何能够集中不只是柑橘当然呢。这些柑橘是做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百合花的产业也有很多是在外县市种的，比如说我茶花的产业也可以成立产销班，来把它发扬光大。然后我最希望的就是说能够成立我们石冈的农业市集，就是如何把这一些客人能够在我们石冈非常正面的来，非常正面的离开。最主要是说，他口袋的钱呢，能够呢，让他很高兴的留在我们石冈。好，非常具体嘅建议吼，希望你清楚。甲总归是安度年累了，你某一个专业嘅这个物产销售平台吗？从农会推销的立场，系希望真紧喊卡大家建议，系希望你下对落实的，希望可以落实做到的。总归是。唔讲农夫市集就比较，但是我是较个人认为的讲，因为。用了游客来石冈来讲，要慢游头先跟总管跟吴大哥讲要慢游。你让他们的脚步放慢，你才有机会让他们欣赏到石冈的风景、人文化，甚至在串到我们的农村里面。我头先讲，譬如讲石冈的柑来讲，柑有250公顷来讲，你数量嘛唔少。你今年农会就做外销。外销有一个好处就讲，对市场的柑的价是有一个稳定的作用。所以农民生意赚有钱，讲究法度和发电其他的事业嘛，你做得到农民铁作契作，让他们有稳定的这种供需的这个平台。目前来讲，当然外销就外销供果园，所以一部分是一稳定啦，头先讲徐博桥。菜头因石冈来讲，已经都打造几下个农村的社区。当然对农业的产业来讲，嘛投资真多个计划。其实明年为到东门台山县的计划呢，台中分区已经开始甲农会合作，来做一个新的亮点。当然希望就讲。游客就法度好，因到农村来做休闲观光安尼来发通安尼。你总归是讲到啦哈，其实你石冈你偏个果子，这也是农业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啦哈。因为这边其实山坡地，这可耕地其实不算多，可大部分的可耕地，挑果系种波，你下台地种果子，像这个橘子啦，柑么250公顷，一年大概有2万公斤、2万公斤台提啦哈。你个梨儿也有8公顷啦哈，所以从安多改果子嘿，你下这个可以直接来很快得到一个亮眼成绩的，就系讲那个部分，除了农民国家生产之外呢，政府部门而用那个行销那个故事，所以重点。那吴总干事吴大哥，刚刚好你跳下又讲到。你启动你哈浪漫台山县最具体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在这个物质产业的这个基础之上，为好好发用。不过你哈随波求到较委会该推标度类都现从你启动你哈体重要会做的，还忙走到的很马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说那我们在石冈我怎么玩？我们石冈，如果我们现在是说交通方便，那如果说以前的话，我从下土牛走到上土牛的话就很不得了了嘞。然后到那边去就是说拜访朋友了，那边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对，动然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自己地方如果说我们留在山城，我们该怎么样子的休闲，怎么玩？那用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已经玩得很不错了，那外地人才有可能说跟着我们的路线这样，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玩了。你说叫人进来说你要去休闲，你要去观光，所以说我总认为说，从很小的一个土地公庙、一个水圳，
或是说一个节庆，一个小聚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慢慢的对？那这个东西，等我玩得很成熟的时候，我们玩得很快乐，玩得很浪漫的时候，拿这个东西来跟人分享。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基层可以做，而且会是比较直接的，好吧？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哈，谢谢。好，你抢隔壁个理事长，理事长你好。那个头先个林理事长有提起讲，那个绿色走廊啊，或许可以改做那个sakura 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好几年前哦，很多人都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哈。我的看法是，刚才好像是我们总干事还是区长有讲到这个地目变更的问题哈。地目变更可能会。把它变成很热闹的意思了，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嘛，哈。就是开放。但是绿色走廊这个绿色哈就不能变掉了。我想这个 sakura 的事情哈，全省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看了。我们如果这个也变成 sakura 大道的话，是不是有竞争力？好，谢谢。好，我们也开放艺术哦，我们来请艺术家也来反映讲一下。你当道较有名的，像休闲农场，当道啥无合法，所以然后补了休闲农政府辅导被合法了，将是在上网去宣传了都，晓么？做无嘛咁做，无嘛咁做，那总爱就摆个功能当好，尤其那小农庄咧政府讲2分半做个农舍，我读黑。抓单车没出来，松绑下这样，唔讲叫休闲农场没同款。因为那地方冇平咩，那2分半合人，要发出2公尺去来无，很后生啊将来带，去下熟悉了，晓冇？冇去下将来带啊，晓冇？叫全来功夫，种咁嘅功夫，种琵琶功夫，慢慢做，从慢慢帮助。将有法度做到嘛个无毒有机。好，另外还有一个我长期在观察石冈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八宝卷要开发，像丰原的葫芦墩卷在280年前就做了，现在又在重新再开发一次。我们这个可以做我们石冈的莱茵河，弄个橡皮坝在下游堵起来就一个可以划船，可以做从那个溪里面船里面看石冈。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常坐游览车看石冈，骑脚踏车看石冈，但是你不妨试试开发是水科技，我们从坐船里面去看石冈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是，以上谢谢。非常好的建议感谢你提出安详世界宽泛，我就要请教我们的水保局分局长了农委会是可以从跨领域的，或者是找出亮点、找出特色的，来把它强化，甚至就可以突破一些法令现在可能要等时间来修改的部分。你们是怎么样回应乡亲的期待呢？回归到刚刚我们几位这个乡亲讲得很好，那我们在地的特色到底要呈现的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浪漫，还是我们必须要给他看到的我们的幸福？其实那个最重要的是。来体验的大概有多少？像我们刚刚打的资料里面1000多万，那是不是再度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比例？如果超过60%，哇，这个就不简单了，因为表示这个地方我们很有特色，我们能够一来再来。像我们的这个东风大道，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了绿色的保留，到底是樱花比较好，还是说在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植生的物种比较好？这个我们。达到一个共识的时候，我们共同来推。那刚刚也有我们的这个在地有提到，我们看的会是比较长久性，可能不是这1年2年。我们如果说从5年、10年来看，未来我们的石冈会是什么样子？那我想这样的这个建设，我们就不会这个认为说，现在的法规可能我要怎么样改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长远性的目标，那法令的推动跟修正，其实它在推动上面。会是一个帮助了，而不会变成一个阻碍。好，非常感谢副局长。那徐老师最后问题要请教，其实从观光的层面来讲，以台湾目前未来的趋势，发展观光是地方活络的一个重要的法门线上谈到安都向前改意见，这个也是大概啥原因？那因为我们台中的优势就是有。台中的那个清泉岗机场，所谓中进中出的一个概念，甚至于像比如说香港
日本啊，都离我们台湾非常的近，所以基本上他们来台中非常的方便的。所以明年的话，我是一个非常好形象我们客庄的一个机会。对，是，该刘主委重点落的哈，我们也强力呼吁所有乡亲朋友该起始做一个结论。那市长也把浪漫台山线台中定位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就是我们客庄文化的南带的一个南端入口。哦，好。所以呢，不是说啊，浪漫台山线北从桃园南终点到台中，不是。我们现在讲浪漫台山线也可能是起点啊，哈。跟台中有关嘛，那南片呢，一口，好，就是跟客家庄文化南片的一个一口，哈。它这个呢，庆料，还因地方上的特色，包括因客家文化，包括因农特产品呢，晓得嘛哈？啊，包括因那个传统的技艺啦，哈，客家元素啊。尽量拿出来，按政府呢，还按那个场馆学院的做法些，我们是来做整合的工作。好，当然里面就有包括刚才我们共同安多啊，包括法令的检讨啦、松绑啦，哈等等的等等。而且要赶一点进度哈。好，嘿，另外嘞，他这个有信心，相信的吼，那个浪漫台山线哈。台山线呢，一定会做的东家款。副总感谢。这个最大最美的珍珠会不会在这个南天门南边入口呢？可以看到那个精彩嘅结论哈。那今日出面台会内度，你推动3讲嘅讨论，非常感谢乡亲们嘅收看，也祝大家平安快乐。你下个礼拜再会了哦，谢谢。